那天有空，我今晚我疯了。第六牛，跟那忙做空，跟那忙做空。我阿妹都知道那忙了，咁我連住條歐仔走到過嚟，咁我冇人哋忙咯。對，但是我都會有，我就到底你個忙啊？看這個，我知道叫啥哎？是叫現金的姿態，啥阿威嗎？昨晚開國姐到了，那。啥阿威妈？专开国姐到了，那你别笑。喂，地老妞，查了小事也好，不要读老底番简哦。报了，马上到。也算你一塌糊涂！也冇摸了口罩叫仔哦，只叫得那么大概，落得都半年左右诶，冇这他落得都要离婚诶，一路太重要呢。落得都半年左右诶，冇这他落得都要离婚诶，一路太重要呢。头个有我讲哦，我都冇米粉了喽。我摸了口罩叫。喂，米粉，我到了。我这个那么重，我就是感觉是头发。我过生日，跟一年东西都设置到3个过。我知道生日礼物糟糕，但是我得搞上啊！一手上对门弄猫，都要给我卡闸，个卡闸一啥喽？我虽然知道卡到闸，但是我得搞上啊！我冇忙忙看的时候，我发信息找稿，我个叫我冇意见，到都只叫鬼都冇死哎！我虽然知道叫我冇意见，但是我得搞上啊！后来也试试，还有个对子奇怪哎，我太无知了个呀！对，就是要个太无知了。这下困难到，三头鬼猛贼，猛贼也猛贼。感觉过的，我虽然就搞直光，但是我得搞容啊。我虽然就搞直光，但是我得搞容啊。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米都，没考试成绩对路子的，考淡了。我那个考到人民了，我考到第9名，第9名。喂，我读还是可以呢。我嘞没帮我找到学生了，没帮我找到学生嘞。这个么东才送狗嘛？小山，雷木啊，个不赶着个宽衣裳啊？赶狗哟！
地赛者是啥？多走的珠宝哪？多地赛者是不了，多地的珠宝在啊！冷漠你冷漠哦，多地赛者用啥？多地的那口板是哎，多地赛者用够啊，多地赛的那公节宝，哼，冇这了。哎呀，口板。